歡迎各位聽眾翻到嚟今個禮拜嘅國際黑水溝。上個星期嘅正經新聞透視呢，我哋就已經預告咗噶啦。今個禮拜我哋嘅國際黑水溝呢係會主力講兩岸嘅。就係關於呢一個美國嘅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啦，入面提及到亞洲同埋兩岸嘅部分。咁啊，當然啦，即係作為一個即係華語社區，其實基本上大家都相當之關注，即係點解呢？因為美國嘅總統理論上係要一定期間入面咧就發表一次嘅呢個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但係咧好多時即係一任總統，除非佢係遇到重大嘅國內或者國際嘅形勢轉變咧，如果唔係嘅話，基本上都係出一本就算噶啦。例如拜登咁樣，佢就淨喺2022年出過一份啫。所以你可以話即係呢一個國家安全嘅，即係美國嘅國家安全法案呢，即係並未係好貫徹咁去執行。就唔似國情咨文咁樣樣，每年總統都要發表一次嘅。咁喺華文媒體入面，到底主力都係講啲乜嘢呢？咁我哋睇下呢一頁啦。呢一度呢，就係三份分別係風傳媒啦、Yahoo 奇摩即時新聞啦，同埋呢一個嘅自由時報佢哋嘅即係當日嘅報紙頭條。自由時報講嘅就係川普版嘅國安戰略呢，8次提及台灣咁樣。國防部長顧立雄就話誒，咁樣係表示咗印太和平穩定係美國嘅核心利益。咁咧，風傳媒就引大陸嘅學者研判，就係話美國最新嘅國安戰略係反對兩岸統一，局勢比較危險。而 Yahoo 新聞呢，佢就講就係話呢一個嘅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不支持改變台海現狀，呼籲日韓提高對台支援。咁你發現誒，基本上好似三篇嘅報導，即係當然係即係佢嘅媒體立場亦唔一樣啦，亦都導致到佢嗰個嘅編採方針啊，同埋佢嗰個主題選嘅都有啲唔一樣。而政府方面係一個咩嘅態度呢？咁當然即係撇除一啲行政部門，當然會係話歡迎啊呢份報告啊咁樣樣。而即係一啲官方嘅智庫呢，可能係會比較講得出政府內部嘅心底説話。我哋睇下即係國防安全研究院啦，呢個算係即係政府體制內一個相當之重視戰略嘅一個研究所。咁佢哋講嘅嘢呢，其實同顧立雄講嘢都差唔多。佢就話2025國家安全戰略呢，就對台灣嘅關注係前所未有嘅。咁我直接 call 咗佢呢一段啦出嚟，其實就係講純粹都係講就係話，台灣被提及幾多次啊？僅次於即係俄羅斯同埋即係中共啊咁樣樣。咁所以呢，我哋就好受關注啦。嗱，呢成件事咧，呢個數數字嘅模式咧，對我而言咧，其實就好似以前嘅所謂中共研究或者匪情研究咁樣樣，就係講，我哋數下呢個嘅《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有幾多個名出現過先，嗰個排名次序係點先咁樣。老實講，喺呢類嘅研究入面咧，尤其是係對於一個極權嘅政權，佢唔透明嘅情況之下咧，咁樣研究係有佢玄機嘅。咁當然亦都係因為呢啲嘅政體通常係非常之講究呢一類嘅排名啊，或者係非常之講究，即係如果係要突出某個領導人，佢篇幅一定要多，提及嘅次數一定要多。咁嘅情況之下，係有一個研究價值嘅。咁但係對於一個即係民主國家嘅戰略文件係咪都係用同樣嘅方式去對待呢？就走去數數字呢，數次數呢？咁我係覺得有一啲嘅即係可疑之處，我唔係好認同嘅。咁啊，或者我用一個方法就係我先比較拜登年代嘅呢個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啦，同埋係特朗普任內嘅即係最新嘅呢一份，睇下有冇啲咩唔同。然之後我哋再去分析，再去即係所謂嘅旁徵博引啊，去引用一啲近期發生嘅事件，睇下到底呢一份所謂國家安全報告寫嘅係美國行政部門嘅真實諗法啦，定係都係充滿住一個嘅矛盾戰略呢？即係好似我哋上星期嘅節目入面講到。首先我哋即係睇下上一份嘅報告佢係點寫啦。都係有大概7次到8次係提及台灣嘅咁所以數數字嚟講呢，其實係冇明顯嘅分別嘅。個重點呢，
最主要就係要強調台海嘅航行自由啦。美國政府不支持台灣獨立。美國政府對於台海嘅關係咧，係依據台灣關係法呢一度咧嗰個嘅次序咧，就有一啲嘅作用啦。佢排次序排得越前咧，就代表嗰樣嘢係越準確。咁啊，首先就係法律啦，當然啊，美國嘅國內法律係凌駕於佢對外嘅一啲嘅條約啦。咁所以就係台灣關係法行先，跟住然之後就係三個公佈。然之後咧，再嚟咧就係總統嘅一啲行政上面嘅承諾，就係列根總統年代嘅所謂6項保證啦。咁啊，跟住然之後就係講要點樣樣去加強呢一個嘅台海防衛啊。咁最重要當年嘅報告就係話，喂，我哋要開始軍事援助，即係唔係話淨係軍售啦，可能有一啲嘅訓練啊，嗰個支出比較大，又或者係一啲嘅武器系統需要係比較即時咁樣樣去調撥。咁所以咧，加強台灣防衛咧，就需要美國嘅協助。咁當時就係講咗就話，除咗以色列之外咧，另外一個要撥款協助嘅咧，就係中華民國。咁最後就係要講緊加強自身嘅實力，呢個講緊美軍嘅實力啦，以應對對於台灣嘅一啲嘅壓迫。咁當然呢一度項莊舞劍嗰個嘅嗰個主題都好清楚，就係講緊中共嘅壓迫啦。因為都冇其他嘢係壓迫緊台灣，係咪？咁所以今年嘅報告呢，就上年嘅報告唔係，如果上一份報告嚟講呢，以字數嚟計呢，似乎提及得多啲。今年呢，就淨係得咁少內容啫，已經係全部啦咁樣。咁但係都有提及到8次嘅台灣嘅咁樣。咁入面其實就強調啦，即係第一次出現咗強調就係話，台灣係晶片嘅製造大國啦，亦都係出呢一個第一、第二島鏈門戶。咁而台海亦都係全球1/3商船經過嘅水域，以此去凸顯嗰個嘅戰略重要性啊。跟住都係講翻軍事上面啦，就要阻嚇呢個嘅台海出現衝突啦。而美軍係需要維持一個壓倒性嘅軍事優勢，佢講得出咁樣，其實側面亦都證明咗美軍係相對上擔心近年共軍嘅軍事改革係取得咗一定嘅成果，武器嘅質同埋量方面都係有顯著嘅提升，甚至乎係已經威脅到美軍軍事介入嘅時候，絕對唔係1996年。呢一個嘅克林頓總統調派2隻航空母艦嘅編隊由南至北咁樣樣去穿過台海嘅時候，即係共軍嗰一種嘅忌憚嘅態度已經不復存在啦。咁所以美國喺呢個報告入面亦都提到自己要提升翻自己存在性，而且要喺嗰個嘅質同埋量方面係保持一個壓倒性嘅軍事優勢。咁相比起呢一度呢，就係下一段咧，就係講緊點解有呢一個嘅風傳媒講呢一個嘅美國國安戰略反對兩岸統一啦，同埋雅虎新聞嗰度講不支持改變台海現狀嗰句嘅原話啦。佢其實係美國不支持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呢一個說話，既係同大陸講，亦都係同中華民國政府講嘅。所以其實喺呢一度呢，你如果睇翻原文，你唔好睇新聞咧，你就唔會俾新聞一啲有主導性嘅標題係去誤導咗。佢其實係重申翻美國政府一貫嘅立場啫。咁但係目前嚟講，大家都見到啦，高市早苗啊，淨係喺個國會入面啊，重複咁樣樣去展示日本政府長期以嚟嘅戰略承諾。都已經係可以俾中共方面係有所挑剔，跟住然之後出嚟搞出一個重大嘅涉外風波嘅時候，咁好明顯，呢個風傳媒引述大陸專家報導，局勢比較危險係咩事啊？純粹就係靠嚇嘅啫。咁最後一點啦，亦都係點解我要 highlight 佢呢？就係因為今次嘅報告係首次提及呢樣嘢，就係美國軍隊唔可能，亦都唔應該獨自承擔呢項任務。嗱，首先一樣嘢，維持壓倒性嘅軍事優勢，唔代表特朗普一定要用啊，亦都講明咗就係話美國軍隊喺現屆美國政府指導之下，係唔會獨自承擔呢項任務。咁調翻轉頭嚟講，基本上咧就係要求盟友去加大自己嘅支出啦，但係
有冇講明，即係好似 Yahoo 新聞所講，係講明係日韓提高對台支援呢？係冇嘅，係啦。咁啊，但係點解咁樣寫呢？咁呢一個就要問翻佢哋編輯點解要咁講啦。咁但係根據翻即係呢一份報告嘅前文後理，原文嘅前文後理呢，其實係有暗示就係話，即係盟國係需要提高佢哋嘅國防承擔。喺呢個第一島鏈嗰度，咁當然作為其中一個嘅重要嘅基地、重要嘅戰略位置，中華民國國軍亦都係要承擔翻佢自己嘅防務。咁啊，其實呢一個就係、即係嗰份報告入面最主要提到嘅就係 Taiwan provides direct access to second island China and split Northeast and Southeast Asia into two distinct theatres，即係將台灣其實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就係要區隔翻東北亞同埋東南亞兩個戰區，亦即係話，如果萬一台灣失守呢，其實即係整個嘅亞洲局勢呢，對於美國嚟講係岌岌可危嘅。美國嘅存在呢，就係要依賴住，即係話要分得開呢兩個嘅戰區可以遙相呼應。如果打通咗嘅話呢，咁美國嘅即係戰略目標呢，基本上可以話係首尾難顧嘅。咁憑呢一點，其實大家可以 feel 得到就係話，美國目前嚟講係做緊好多嘅措施，係希望預防同埋阻嚇到中共去遂行佢嘅所謂侵台戰略嘅。咁啊，但係必須要講呢一份報告係一份行政上面嘅報告。咁我哋最近亦都會見到好多嘅即係新聞報導，係一啲唔同嘅情況出現。例如係話喺美國最近啊，呢個12月14號啊，即係2日之前啊，就係通過咗呢一個嘅最新一年度嘅國防授權法。咁咧，其中咧本身喺呢個嘅參議院嘅版本入面咧，係有寫住話要邀請國軍係參加呢一個嘅環太平洋演習，即係呢個所謂嘅 Pacific Rim Exercise 啦。咁但係去到同眾議院再去修訂個版本，傾好咗之後咧，就刪除咗呢一條嘅條文，因為呢條條文咧其實係比往年咧更加之加辣咗嘅。以往咧，即係呢一個嘅國防授權法咧，係要求美軍咁樣做，但係冇要求話如果美軍唔咁做嘅時候會點樣。咁所以基本上咧，每年咧國防部啊，美國國防部呢個行政部門咧，純粹就係行禮如儀。哦，意見聽咗之後咧，但係佢就繼續係我行我素嘅，係冇邀請到中華民國係加入呢一個嘅環太平洋軍演。咁啊，基本上已經經歷咗2屆都係咁嘅情況。咁第3屆咧，喺參議院版本嘅時候咧，係加辣咗嘅，就係話要求如果美軍最後冇邀請到中華民國參演嘅話咧，咁係需要去向呢個嘅參眾兩院咧係解釋嘅。咁所以呢樣嘢係令到國防部係承受好大嘅壓力啦。咁所以即係我相信係最後權衡咗好多政治因素之後，特別係盟國有一啲嘅即係都要顧及到參演嘅盟國嘅一啲嘅顧慮，咁所以就刪除咗呢一個嘅條文啦。咁所以亦都令到即係台灣嘅政界咧，有好多人係會覺得啊，呢一個係美國疑美論啊，其中一個好有力嘅證據，就話誒美國講嘢不嬲都唔算數㗎啦，咁樣樣啊，話支持我哋實質上係點樣樣咧咁樣。咁而第二個咧就係華盛頓Washington Post 華盛頓郵報佢嘅獨家報導就係話咧，特朗普政府咧係叫殺停咗4億美元嘅呢一個嘅軍事援助款。咁呢個軍事援助款其實應該就係延續翻呢一個嘅拜登政府任內嗰個嘅軍援啦、金融嘅支援。咁然之後咧就話咧呢4億嘅即係援助咧就而家唔係援助啦，就以軍售嘅形式出售。咁就希望喺未來就即係將呢啲武器咧就以賣嘅形式，就唔係以支援嘅形式就俾中華民國國軍咁樣樣。咁啊，但係佢報道入面當然就係持一個批評嘅態度啦，就係覺得即係呢個係損害咗中華民國國軍嘅一個即時嘅戰力嘅建構啦，同埋係其實即係叫做對於友邦嚟講啊，算係言而無信咁樣樣。咁所以大家睇完呢兩篇報道，係咪覺得哇？你基本上你呢份嘅戰略報告寫嘅嘢都係廢㗎啦？你口講就講到台灣咁重要，要加強佢嘅防衛，你又要人哋即係增加佢嘅防衛承擔，但係又唔俾相應嘅支援喎，咁係咪即係一個
即係自我矛盾嘅講法呢？咁但係實際上我哋要分清楚，美國嘅政治一向都係國會還國會，政黨喺國會入面發揮作用，但係行政部門，尤其是係非政治任命嘅官僚系統，佢哋做嘢嘅時候係有一套即係呢一個嘅慣性嘅。咁啊，所以就係我呢度就分別同大家再簡單咁介紹一下啦。中華民國嘅自我防衛能力係美國戰略利益嘅部分呢，呢一句其實係美國國會入面共和民主兩黨嘅共識嚟嘅，冇異議噶啦。而國會對於即係大家無論睇到就共和黨入面有呢個嘅友台小組啊，即係呢個嘅民主黨啊，佩洛西佩夫人啊，都曾經係即係訪問過台北。咁你會見到就係國會嘅層面，其實基本上呢個支持係相當之好嘅。而即係中華民國嘅外交界咧，其實喺美國嘅政圈入面，尤其是係國會個工作咧，都係做得相當之唔錯。但係國會可以制定法律，但係一啲嘅法律喺即係對於外交呢方面咧，其實好多時即係美國嘅行政部門咧係有一定嘅節奏彈性嘅。咁所以美國嘅行政部門咧，嗰個嘅態度就係認同國會嘅兩黨共識，但係政府部門咧係有節奏有彈性嘅。即係你講嘅嘢，我唔違反嘅情況之下可以點啊？我可以拖慢嚟做，我可以唔做，又或者係我做一半唔做一半。咁呢啲咧都係即係美國行政部門可行嘅方法嚟嘅。咁所以我哋都要睇翻就係話，咁到底最近嘅美國即係國防授權法入面，係唔係真係刪除咗即係邀請台灣參加呢個環太平洋軍演之後，就冇任何嘅嘢呢？咁樣，咁我哋先睇翻，就係一個嘅統計，就係特朗普第二次嘅任期到而家，到底有啲乜嘢支援中華民國嘅措施？咁我哋會見到，目前嚟講咧，軍售次數就唔係好多，得一次啫。咁就嗰個嘅數額咧，就係呢一個嘅3億3千萬美金。但係入面嘅內容咧，基本上都係一啲後勤支援服務，以及係一啲彈藥嘅補充咁樣嘅即係軍售。咁所以就冇乜太大嘅特別嘅，嗰個嘅政治敏感度亦都相對上比較低。咁但係咧，仍然未交付嘅軍售咧就非常之多啦。咁啊，根據呢一個嘅美國國務院統計咧，已經係超越咗呢一個嘅215億嘅美金。咁啊，包括一啲即係主力嘅武器啦，例如 F-16啊，例如係一啲嘅即係叫做先進嘅彈藥啊咁樣。咁當然即係美國嘅國防部其中一個嘅講法以及係軍火商嘅講法就係話，呢一樣嘅延誤情況咧，並唔係對於即係中華民國先有啫，其實係世界各國只要問美國即係採購武器咧，都出現嘅情況。原因就係疫情之後嗰個供應鏈係打亂咗，而且咧一啲嘅即係軍務嘅生產嘅次序咧，亦都係因為俄烏戰爭而有所調動。咁武器嘅庫存就更加之係啦。彈藥方面，因為就推搪翻去到拜登時代啦，就因為拜登咧就援助烏克蘭太多嘅彈藥，咁就所以導致咧而家美軍庫存不足，咁所以有啲咧就生產唔切啊咁樣樣。咁呢個就係美軍嘅説法。咁但係咧喺即係中華民國嘅政壇入面咧，呢一個亦都係在野黨認為，即係如果軍售遲遲未交付嘅話，第一係唔應該再繼續付款俾美軍，直到美國係交付第一批嘅武器為止。另外咧就係如果要有新嘅加強嘅國防預算咧，就應該先要即係交付咗啲武器，否則嘅話就可能變相就係有更加多新嘅預算出咗嚟，但係咧，舊嘅武器根本就冇到，咁就影響咗嗰個嘅備戰。但係美國咧喺某一方面咧，亦都有唔少嘅武器咧係拒絕出售嘅。咁啊，以下我哋會見到就係一個嘅拒絕出售武器嘅清單啦。咁其實有好多咧，即係基本上都係可以話係對於呢個嘅台海防禦係至關重要嘅。咁但係咧，目前嚟講咧，只有少量咧係即係經過咗
國防部嘅官員去爭取之後咧，係美國係重新開綠燈嘅啫。例如呢個嘅反潛直升機啦，大家都知道，即係喺水下戰力部分啦，中華民國嘅海軍相對上嚟講係比較弱嘅。咁所以反潛嘅力量咧，通常係通過水面啊或者空中嘅力量係去即係挑戰共軍喺水底下面嘅優勢嘅。咁目前嚟講咧，呢個嘅反潛直升機咧係爭取復活緊。咁如果大家想知更加多嘅詳情咧，其實係可以睇翻我之前喺 CNET Analytica 入面咧發表嗰篇文章，就係講呢個嘅我哋揾咗個特派員去採訪呢個嘅2年一度嘅台北嗰個航太防務展。咁入面咧，我哋係揾到啲端倪咧，呢一個武器係有機會會復活嘅，即係重新開綠燈去賣俾中華民國嘅。第二個就係自走炮啦，即係原本喺拜登年代本身話賣嘅，突然之間因為俄烏開戰就話冇辦法啦，自走炮要優先供應咗戰場先，咁於是乎就話我唔買啦，我就寧願咧就俾海馬士嘅飛彈俾你哋咁樣。咁目前咧就已經有消息傳出咧，就係話敗部復活咗啦。美軍係開綠燈，即係俾中華民國陸軍係採購呢一個嘅自走炮，但係數量方面咧係限制咗嘅。即係本身中華民國陸軍咧係想採購160幾架，咁但係目前嚟講咧，開綠燈放行嘅咧數量淨係得120架左右啫。咁跟住我哋見到有一啲嘅，譬如係巡航導彈啊。呢個 AGM-158B 大家都知道喺呢一個嘅俄烏戰場上面啊，都係一個嘅即係好重要嘅武器啦。咁啊就係堅持拒售嘅，因為即係喺美軍嚟講，呢個屬於係一個攻勢嘅武器。咁唔知會唔會因為開戰之後先至即係先至會開綠燈？咁就真係唔知啦。因為烏克蘭都係開戰咗好耐之後先至開綠燈嘅啫。咁另一個就係預警機，原本即係中華民國係有呢一個預警嘅能量嘅，咁但係因為急需要更新換代啦，呢一個機體老化啦，而家就希望美國買最新嘅版本，但係咧點知美軍咧係堅持拒售嘅。咁另外兩個拒售嘅亦都係即係大家相當之熟悉㗎啦，一個就係二手嘅神盾軍艦啦，同埋呢個嘅 F-35嘅。咁亦都係因為唔賣 F-35，所以美國先至退而求其次賣最新版本嘅 F-16俾即係台灣嘅啫，咁樣樣。咁樣，所以我哋見到就係話，即係美國，尤其是美軍同埋美國國務院咧，對於軍售俾中華民國呢一部分咧，係相當之謹慎嘅。你可以見到呢個 list，即係拒售武器清單呢個 list 咁長咧，但係同一時間，中華民國係實質上作為美國嘅非北約嘅盟友咧。成件事係唔正常嘅，咁但係當然喺咁困難嘅外交環境之下，只能夠係爭取幾多得幾多。咁所以你都見到啦，即係上次嘅軍售啊，講緊係3億3千萬美金嘅呢個後勤支援啊，同埋彈藥補充咧，外交部咧直頭已經要出翻個新聞稿去多謝啊。咁呢樣嘢其實喺即係前屆政府嚟講咧，算係都幾少有嘅。咁但係，即係有呢一個美軍同埋美國國務院咁謹慎嘅態度，係咪就代表一事無成呢？咁又唔係嘅。即係喺最新版本嘅2026年嘅國防授權法入面咧，我見到雖然冇得參加呢個環太平洋演習，咁但係好彩共軍都冇得參加，所以就還好啦呢樣嘢。但係美國國會係批准咗有10億美元額度嘅支援嘅，咁基本上呢一個呢。就係要強調翻對於台灣喺呢個嘅國防開支上面一個支援，而基本上就要提醒特朗普就係話，特朗普上任之後咧，好多呢一類嘅支援咧，除咗俾以色列以外咧，基本上係停止咗嘅。咁所以呢一個當可以話係一個善意嘅提醒。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國會通過咗呢一個法律咧。行政部門唔執行咧，唔代表係犯法嘅。10億美金係即係 at most 係可以動用10億美金啫。最後咧，行政部門其實可能咧，淨係動用1000萬咧，佢都係冇犯法嘅。咁啊，第三個就係國防產業嘅合作啦。咁你會見到就係即係最近期亦都有好多嘅特別係無人機方面嘅合作咧，係已經有好多係開始進行緊㗎啦。
咁啊，第四個就係即係嗰個國防法入面都寫明咗，就係美國嘅海岸防衛隊要多啲同中華民國嘅海巡署進行呢個海事執法單位嘅合作。咁呢個非常之明顯啦，亦都係要為咗應對啊共軍近年嚟不停咁喺金門海域嗰度挑釁啦，就派佢哋嘅所謂海警船啦，咁就係入侵呢個金門嘅海域咁樣樣。咁所以大家喺呢一度都見到就係美國咧，其實好多嘢都係有即係相對上嘅深思熟慮考慮過，然之後先至再去做相對應嘅支援嘅。咁啊，即係但係對於面對住灰色作戰地帶咧，就今年就特登係要求美國嘅執法部門咧，呢個嘅海事執法部門係加強同中華民國嘅海巡署係做合作。咁到底嗰個嘅合作內容係聯合巡邏啊？到底係呢一個嘅即係加強訓練啦，定係有其他嘅合作呢？咁呢樣嘢細節係未定嘅。但係咧，以我哋所知咧，就係中華民國海巡嘅艦艇咧，其實係有定期嘅遠洋護漁，並且係趁呢一個嘅機會咧，係進入夏威夷嘅海域，甚至乎係去到呢個珍珠港嗰度咧，做一啲嘅補給。咁順帶咧，其實係有一定嘅訓練嘅咁樣。咁所以我哋亦都會見到喺呢方面，即係未來應對灰色地帶嘅戰略咧。我相信海巡署嘅即係官兵咧係會有所提升嘅。咁而喺呢今次嘅呢一個國防，即係呢個國安嘅戰略文件，以及係呢個嘅國防授權法入面咧，其實我哋可以總結歸納，美國有期待啊，中華民國有三項嘅能力。第一就係抵抗即係延遲嗰個嘅即係開戰嘅能力，就係 ability to delay。第二個就係有效拒止並且有一定程度嘅反擊。咁啊，第三咧就係爭取足夠嘅時間去等待盟友嘅支援。咁當然呢個盟友支援咧，即係自從拜登啊係有呢一個嘅即係好確實、好明確咁嘅承諾以外咧，去到特朗普政府第二個任期咧，係完全退守翻去戰略模糊嘅，即係佢可以話有，可以話冇，咁但係佢就係唔講明咁樣。咁啊，去到近期你會發現就係咧，即係喺中華民國嘅政界方面有啲乜嘢係即係回應翻呢三項能力嘅要求咧？咁最明顯其實就係賴清德總統宣布呢一個嘅台灣之盾啊！咁當然佢當日喺國慶嘅演說入面講呢個台灣之盾咧，就講到非常之厲害嘅。第一就係即係要整合晒全個軍隊入面嘅防空系統嘅嗰個嘅通訊情況咧，因為目前嚟講咧，呢一個嘅防空武器係有兩個大嘅系統，第一個係美國嘅系統，基本上你就可以當係即係各式嘅野戰防空啊，同埋呢一個嘅愛國者導彈。咁但係咧，第二樣咧就係呢個嘅即係國軍自行研發嘅一啲系統，例如係天宮系統咁樣樣。呢兩樣系統咧，其實係冇辦法互相通訊嘅。咁但係而家美國咧係即係喺通訊方面咧係優先咁樣樣去即係賣俾中華民國國軍。就開始建構呢個嘅 Link 22系統。咁啊，亦都有望咧，因為呢套系統其實係北約而家用緊系統啦。咁亦都有望就喺戰時咧，就係有一個嘅防空嘅戰場圖像咧，係可以同盟國分享嘅。咁但係當然，即係最後嗰個嘅即係政策落實去到邊一步咧，係即係國軍同埋其他北約盟軍係可以融合去到邊一步咧？咁呢個好細節嘅嘢咧，目前嚟講外界唔係好清楚嘅。咁啊，但係我哋會見到呢一個嘅台灣之盾咧，咁啊最近亦都係拋咗預算出嚟啦，就高達1.25兆嘅台幣咁樣，咁啊遭到咗在野黨嘅一個強力嘅反制。咁喺呢一方面咧，其實如果你話以準確嘅技術上嚟講咧，佢呢個政策宣示咧係非常之符合美軍嘅或者美國嘅利益嘅。你可以話係佢呼應咗呢三項能力要求，但係有一個非常之吊詭嘅地方，就係咧呢一個政策宣示，除咗政治上面有佢嘅效果之外咧，喺實質方面個效果其實唔係好大嘅，因為目前嚟講咧，美軍係仲未即係每年啦。
美軍同埋呢一個中華民國嘅國軍以及係國防嘅產業以及係一啲立委咧，係會喺美國同埋台灣嗰度開會嘅，所謂呢個嘅華美軍事會議咁樣。咁而喺入面咧，就會有一啲嘅國防工業上面嘅討論同埋合作。咁美國咧亦都釋出一啲嘅信息嘅，會喺會上面就係話有啲乜嘢嘅武器會買啦，同埋有啲乜嘢嘅武器系統咧係美國希望中華民國會去買嘅。咁啊基本上咧，即係講美方嗰邊咧就係一個推銷嘅效果。咁但係咧，目前嚟講係未見到有呢一類嘅會議出現啦，同埋係未見到美國方面咧係推薦一個嘅 list，就係話如果要建立呢一個嘅台灣之盾，即係中華民國軍方係需要買啲乜嘢嘅系統去串聯所有嘅防空系統咧，同埋需要增購一啲乜嘢類別嘅武器咧咁樣樣。因為所以呢個1.25億咧，目前嚟講係一個相當之籠統嘅數字嚟嘅，即係你可以話係一張都幾空頭嘅支票。咁要寫完之後咧，我先至填翻個內容落去啦，咁樣樣。咁但係有人亦都會話啦，喂，既然即係目前世界上啊已經有一個非常之成熟嘅防空系統，就係呢一個嘅以色列嘅鐵穹防空系統，同埋咧美國亦都準備即係建立佢哋嘅所謂金穹嘅防空系統喎，咁樣。咁會唔會其實即係台灣嘅台灣之盾都係類似一類咁樣嘅嘢咧？咁但係其實基本上咧，三個國家之間啊。第一，國土大細唔一樣啦，第二，嗰個嘅防衛思想唔一樣，第三就係嗰個嘅戰略同埋戰術嘅思想亦都係唔同嘅時候咧，其實三者你可以話係可以有互相借鑑之處，但係絕對唔會一樣嘅。例如係美國佢有一啲嘅即係叫反衛星嘅系統，甚至乎係有一個嘅即係標準綠型嘅飛彈係可以打到去太空去嘗試去攔截呢一個嘅即係彈道飛彈。咁但係中華民國國軍有冇咧？絕對冇啦。所以睇餸食飯嘅情況之下咧，台灣之盾其實有好多嘢咧係細節係完全唔知道嘅。咁當然最近啦，即係亦都有一單嘅新聞爆出嚟咧，係證實咗。即係呢一個嘅系統咧，目前嚟講係冇呢個嘅戰略嘅目標，亦都係未有呢一個嘅戰術嘅準備嘅。就係前幾日呢一個前參謀總長李喜明將軍啦，咁佢其實係即係蔡英文總統任內一個非常之倚重嘅國防改革嘅推手嚟嘅。咁啊，李喜明將軍就去呢一個嘅美國 Hudson Institute。咁其實咧 Hudson Institute 咧喺即係呢一個會議咧，係有片咧，係可以即係播放到俾大家睇重溫嘅。咁啊，大家如果即係想知我講嘅嘢啊，即係判斷翻我講嘅嘢準唔準咧，大家係可以上去重溫，然之後自我判斷嘅。咁喺李喜明將軍喺個會度咧就講咗就話，台美合作啊，尤其是係無人機方面啊，係非常之重要，一定要即係擬定一啲嘅合作方法。因為美國嘅強項在於設計同埋科技啦，但係弱點就係生產時間比較長。而台灣嘅優勢就係高品質嘅製造同埋組合，但喺設計同埋關鍵科技方面咧係有一啲嘅缺失嘅。咁所以咧，即係台美合作無人機呢方面咧，其實佢可以純粹就係話，我為一個已經存在嘅情況就係去背書，就係話誒美國做得好啊，美國繼續做啊咁樣。但係針對賴清德總統嘅台灣之盾國防政策咧，佢就表示政策方向尚未明確，現在冇人知道具體嘅政策細節，亦都懷疑台灣能否建立一套覆蓋全台灣嘅防空系統。嗱，呢一度要非常之注意佢講呢句話背後嘅意思係乜嘢，因為一套防空系統係有幾個層次。第一就係防禦成個區域嘅安全，即係你唔要密不透風，唔能夠俾一支導彈入到嚟。第二個就係關鍵嘅一個地點，你要守衛佢，唔可以俾你可以嗰個區域有俾飛彈命中，或者俾一啲空襲命中，但係嗰個關鍵嘅區域咧係絕對唔可以嘅，所以就防守關鍵區域。第三就係嗰個防空系統其實係跟住個部隊周圍走嘅，純粹係部隊去到邊度，嗰個嘅盾咧就要去到邊度去防衛，即係希望嗰支嘅部隊唔好受到騷擾。咁到底台灣之盾嗰個嘅目標係乜嘢咧？
所以佢嘅意思係話，佢懷疑台灣能唔能夠有一個覆蓋全台灣系統嘅防空系統，其實係講緊國軍係冇辦法、冇資源，亦都係有呢個思想，亦都係唔正常嘅。因為喺實戰上面，就算係以色列防範呢個嘅加沙射過嚟嘅火箭啊，都冇辦法做到成個以色列滴水不漏。咁仲何況係比以色列國土更加之大嘅台灣島呢？咁有冇可能做到一個咁嘅涵蓋效率呢？咁樣樣咁，所以即係李喜明將軍作為呢個國防改革嘅推手，同埋佢係國軍入面第一批強調呢一個不對稱作戰嘅將領，而佢講出呢個説話咧，喺 Hudson Institute 呢個咁重要嘅學術場合咧，其實本身就已經係有一個非常之大嘅國防同埋呢一個嘅喺即係政治上面嘅含義，而美方亦都係默許佢喺美國嘅土地上面講呢樣嘢咧，本身亦都係帶咗一個好強嘅政治信號，就係中華民國方面目前嚟講，喺政治方面係已經相當之呼應美國嘅呢三項能力嘅期待，但係喺實質嘅行動上面，有冇一啲令到美國能夠放心，又或者令到美國可以更進一步，即係去具體咁去支持呢？目前嚟講，除咗無人機以外呢，似乎就唔係好睇到有其他嘅相應嘅政策，又或者係措施咁樣樣。咁啊，今日呢，我嘅對於呢一份即係國安啊嘅戰略報告嘅分析咧，關於呢一個嘅即係台海呢 part 咧，就基本上到此為止啦。咁啊，其實亞洲部分咧，你都好明顯咁見到，即係特朗普嗰個嘅思路，純粹就係要做生意、做生意同埋做生意。佢一貫咧都係講就係話，中共嘅崛起係一個挑戰，而中共咧嘅崛起係唔會令到佢融入呢個國際主流規則嘅。但係喺2017年，佢同樣都係由佢發表嘅報告咧，係將中共變成係一個系統嘅競爭對手，甚至乎你可以話差唔多將佢定性為敵人咁滯。但係喺2025年嘅呢份報告咧，純粹就係話佢唔融入嘅規則係咩咧？就係呢個商業規則啫。美國咧其實係要同呢啲地方咧係繼續做生意嘅，咁先至能夠發揮到美國嘅作用。然之後咧，確保美國嘅 GDP 係繼續喺世界第一，僅此而已。咁所以你會覺得呢一份嘅報告咧，都係同上一集喺正經新聞透視我哋講嘅一樣，我哋可以當係一個參考，但係要睇美國真正嘅政策去到邊度咧，就唔好睇呢度嘅文字啦。我哋反而睇翻美國實質做嗰啲乜嘢嘅行動，可能係會更加之準確嘅。對於判斷嘅形勢嚟講，好，咁今日咧，我哋嘅呢一個嘅國際黑水溝節目就到告一段落啦。咁啊，喺度仲有一個嘅工商時間嘅，咁就係因為呢個節目咧，其實係秋海同民國史地同埋呢個堅尼地球合辦嘅，咁所以咧，一啲節目嘅延伸內容咧，其實我哋係會擺喺秋海同民國史地嘅粵語 channel，咁大家只要 search 呢一個秋海同民國粵語咧，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噶啦。咁另外即係我哋之前其實亦都擺一啲嘅節目啦，例如係我講翻對於呢一個嘅小紅書喺台灣被禁一年，我自己嘅一啲嘅感想同埋一啲即係引用翻歷史事件嘅分析，到底呢樣嘢會唔會係一個有效嘅政策呢？咁樣咁啊，另外我哋喺12月嘅27號同埋28號咧，係會舉行一個嘅地產精讀班嘅。咁啊，希望咧透過我嘅分享，大家可以知道喺英國嘅國內，如果係要置業或者係要從事同地產相關嘅投資嘅時候咧，有啲乜嘢要注意嘅地方，避免踩坑啊，避免俾人哋中咗伏。咁好啦，今日我哋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我哋下個星期再見，拜拜。